若要买是转钱，若要拼却是粪扫规大堆。根据着工研院的统计，台湾的佚佗物啊有9成拢是塑胶做的。若歹去要单调，无多分解的塑胶，对环境会造成败害。彰化县政府特别伫咧儿童节进前，邀请到佚佗物啊医师免费替民众修理这物件，希望延长着这佚佗物啊寿命，落实环保永续的精神。 一手拿罗奶肉，一手接电线。这位是专门修理佚佗物的医师苏显莹。伊为电子公司退休，6年前开始研究修理各种的佚佗物。到目前为止，修理好势佚佗物已经有1-2千个。大部分拢是电池，迄台遐有生线，所以你家己用去脂油啦用迄个刷纸甲迄个线甲滤掉，接触较好了后，伊应该就会过电。过来一个就是讲有当时咱是电池无电。 根据工研院的统计，台湾的佚佗物有9成拢是塑胶做的，平均使用寿命仅6个月。彰化县政府特别伫儿童节进前举办佚佗物的修理活动，家长嘛拢真认同。感觉袂歹啊，外口找无呢，对啊，我感觉有这个服务是足好的。厝内底佚佗物啊，歹去真可惜，想讲摕来修理的修理好啊，就会使搁摕返去算安尼。因为玩具其实对养育孩子也是一个也不便宜的一个负担，我们希望能够来减轻我们父母在养育孩子的一个跟他有更大的助力。 彰化县社会处表示，除了佚佗物的修理活动，嘛有安排二手佚佗物的交换，互囡仔人换款来算，希望会当延长佚佗物的寿命，落实环保永续的精神。记者杨淑晴，彰化报道。